因为庙方计划伫原址重建庙体，将神尊刷到临时行馆安坐，却因为电线老旧造成火灾，大火也互上百尊神像受到波及，其中包含侪尊装佛大师的作品，损失严重。112年1月12日发生这个2楼的临时行馆的火灾，咱顶悬有80几尊的神像，拢规个拢因为这场火灾来烧化，来升天。内底有这个镇殿玉皇大帝，是咱这个庙前师傅装束；镇殿玉皇二大帝是这个蔡心老师傅；镇殿玉皇三大帝是这个金峰家金英师。还有咱幕府大殿千岁嘛是金英师。来咱释迦佛祖神龙大帝伟德护法迦南护法，是咱这个安平丹正向。这个师傅以上这个金尊，是咱早前这老师傅所生制。庙方经过跋杯请示，决定留下8尊神像，并委托神像修复师唐伟丽进行修复。完成后，互信众参拜，但无法度阁出招啊！就此为这项事件做记录，并作为警示。经过火损碳化之后的神像，无论再怎么加固。它脆化的状态还是没办法去避免，尤其这么大尊的神像，我们加固剂打进去，顶多只能进入到大概1/3的状态，它最里面的主要结构还是木炭的状态。那在这个状态之下，我们就跟庙方讨论，可能我们用比较节省的方式，就是原样保存。原样保存就是保存说它现在是木炭的这个状态，然后让它不要再一直往下掉，然后把我说的就是1/3的部分加固好，让它不会再有受到一些应力就会裂掉的状态。目前新的神佛坛庙体已经完成，火灾了后留下30多尊的神像，也刷到新的临时行馆安坐。对着各界关心，庙方也万分感谢，呼吁大家期待神佛坛神庙落成，再现风华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